上海係中國最大嘅城市，直接隸屬中央。全市總面積係有6100平方公里，人口有1080萬。市區面積大概係全市嘅1/40，人口佔1半以上。上海位置接近長江出海嘅地方，明代已經係繁盛嘅市鎮。清朝鴉片戰爭之後，成為對外通商口岸，各國商人混雜，同香港開埠初期嘅歷史係差唔多。現時上海市仍然有好多歐洲式嘅建築物，如果唔話俾你聽啊，仲以為係歐洲某個大城市添。上海最有名嘅區域就係外灘啦。喺1848年，英國東方銀行就喺外灘設立辦事處。其後嘅100年，外國銀行同商行相繼成立，外灘成為經濟金融中心，掌握中國同外國嘅通商命脈。呢啲一棟棟不同風格嘅大廈，大多數係興建於第2次世界大戰之前。而家外國商人喺外灘黃金時代已經不復在，但係外灘地位不變，仍然係上海市嘅政治經濟中心。喺1860年，外國勢力入侵上海之後，喺外灘呢度建立一個公園，叫做宮花園，但係只係開放俾外國人。門口豎立一塊木牌，寫住久遇華人不得進入。呢種奇恥大辱，激發起1世紀以嚟中國人發奮圖強決心。而家黃埔公園綠樹林蔭，市民隨意瀏覽，係外灘個好去處。英國係最早喺上海建立租界嘅國家，後來同美國一齊成立公共租界。外灘其中一座希臘式嘅7層大廈，就係昔日嘅匯豐銀行啦。呢座大廈喺1923年落成，當時號稱係遠東最講究嘅建築物。而家現址係上海市革委會嘅辦事處。呢座12層高嘅大廈，以前叫做沙遜大廈，係本世紀初一名英國地產商跛腳沙遜嘅物業。當年呢度部分係開設飯店，其餘嘅係外商嘅寫字樓。不少大闊佬啊，都喺呢度出入㗎。而家成間大廈開俾為和平飯店，專門用嚟招呼外賓同埋華僑。英國大使館嘅原址，而家係海員俱樂部，係用嚟招呼各國行船到上海嘅船員。至於其餘嘅建築物，部分係開設咗友誼商店，係售賣工藝品同埋其他百貨。呢間商店主要係招呼外賓同埋華僑，同香港尖沙咀嘅鋪頭咧性質都係差唔多嘅啫。由外灘去吳松崗北岸嘅虹口區，會經過呢條白渡橋。清朝末年，外國人喺度附近起一條木橋，車同人咧都要收費。收回成本之後，仍然唔停止。上海民情激憤，後嚟喺呢度起一條橋係唔收錢嘅。由於可以白白過橋，所以又叫做白渡橋啦。過咗白渡橋，立即就會睇到一座20幾層高嘅上海大廈啦。呢座大廈以前係歐美人士嘅公寓，而家亦開闢成為接待外賓嘅飯店。呢間大廈由於起得高，喺上邊可以睇到成個外灘同吳松崗兩岸嘅景色。各位，呢一封咧係叫火燒信，個角落頭嗰度咧係俾火燒咗㗎。咁意思話咧10萬火燭，即係好快啦。咁另外呢一封咧就叫雞毛信，咁每邊啊都插咗支雞毛喺度，即係話好似飛咁快。咁原來上海喺幾十年前嘅郵政啊非常混亂，咁有成幾十間嘅民信局咧幫人送信㗎。咁呢啲咁嘅名堂啊，就係當時啲人為咗競爭生意而搞出嚟㗎。中國正式官辦郵局係開始於上海。呢間郵政大廈落成於1924年，
目前嘅郵遞工作情況同當年啊，真係有天淵之別。日本人喺本世紀初開始侵入上海，佢哋雖然冇劃定租界，但係強行喺虹口區公共租界嘅北部建築工廠同埋民居。喺上海市啊，其實好多廣東人㗎，咁大多數咧集中虹口區。咁今日我特別訪問一位咧李明光先生。李先生你好，多多指教嚇。你呢度住咗幾耐啊？我住32年。30幾年。咁啊，我知道呢度以前咧就係日本嘅範圍啊。咁你哋廣東人同日本人住埋一齊啊？今次唔係㗎，我哋從前通通係廣東人住㗎。當時日本人嗰陣時侵佔入嚟咧，我哋廣東人通通搬晒走晒出去啦。走晒出，再勝利嘅新光，我哋廣東人通通搬咗翻嚟。哦，勝利之後再搬翻嚟。勝利搬。咁你好多廣東人喺度啊，咁平時你哋有啲咩活動咁啊？我哋現在嗰班老年工人退休嗰啲，天天冇時間，朝早就去公園活動下，入嚟上翻嚟啊，去嗰個區民委員會啊，大家集合啊，傾開遊會啊，傾下大家嘅娛樂啊。到一個禮拜啊，先去我嘅間廣東戲啊，唱下廣東戲啊。我即唱大戲。多啊！呢一條咧就係延安東路，以前又叫做楊敬斌，亦即係英法租界嘅交界。咁以前呢度啊，連駐守警察咧都係分別用印度人同埋越南人。不過而家啲警物咧已經唔存在，但係延安東路咧仍然係一條繁盛嘅街道。法租界嘅位置係喺公共租界嘅南部，即係今日上海市嘅互灣同徐匯區。租界內以前有震旦大學嘅女子文學院，而家係上海市第2醫學院嘅所在地。昔日嘅法國總會而家改建緊做飯店，專係用嚟招呼外賓。以前上海市有名係冒險家嘅樂園，好多人希望喺十里洋場上碰下運氣，以期一朝富貴。好似呢一座樓以前係金融交易所，裏面嘅辦公室處理過數不盡嘅金銀交易。呢一度嘅大門亦出入過好多紳商名流。呢座樓而家係上海博物館。附近嘅自然博物館以前係沙浦交易所。喺第2次世界大戰嘅前後，股票嘅價位暴起暴跌，刺激嘅程度比先幾年嘅香港真係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有啲人傾家蕩產之後睇唔開，就喺呢間樓嘅上邊攬住成沓票據跳落嚟。上海幾十年前商業繁榮，娛樂方面同休憩活動同你香港差唔多嘅啫。我後邊呢一座咧就係以前跑馬廳大廈啦。咁呢一個啊係中國最早嘅跑馬場。咁當年熱鬧嘅情形，真係可以同我哋香港現時嘅跑馬地同沙田馬場媲美嘅。跑馬廳現時已經改為上海圖書館，大廈內部嘅裝飾同設計仍然保留。嗱，好似大堂嘅樓梯同埋佢嘅欄杆啦，可以見到當日嘅富麗豪華。至於休息室同餐廳，已改為圖書閱覽室，供市民讀書。現時上海圖書館藏書接近700萬冊，係全國第2大嘅圖書館。跑馬廳嘅看台目前係空置，我哋可以見到分為2部分，一邊呢係中國人嘅座位，另一邊呢係外國人嘅。呢個看台短期內咧就會清拆，昔日明顯嘅洋華分界已經不再保留。馬場嘅跑道部分改建為人民公園，雖然唔係特別富麗，因為地點係鬧市，不失為一個市費。其餘大部分嘅土地已經改建為人民廣場。呢個廣場大概可以容納10萬人，每次上海市大型嘅政治集會
都喺呢度舉行。目前呢個廣場咧係正在修葺緊嘅。上海以前除咗跑馬場之外，另外仲有跑狗場。而家呢座上海文化廣場就係昔日嘅日苑狗場啦。呢座有上蓋嘅大廣場，可以容納15000名觀眾。後排座位係原日狗場嘅座位，前排座位同舞台咧就係以前跑道嘅所在地。由於英文啊，狗場叫 Kennel， 有人就叫做看理窮，咁輸起上嚟啊都幾貼切㗎。除咗看理窮，以前仲有一個場咧係叫做害阿拉，咁即係英文回力球場 High 阿拉。咁原址啊係湖東體育場，喺夜晚啊，而家有時仲搭成舞台嚟做戲添。咁害阿拉而家就害唔到人啦。不是這都，阿根爸，哪能出了介多事體唔等我講嘅啦啊！哎呀，阿芳，嗰件事體用不着等我講。到太平間去嘛，等我到紅場那去講我來得去了。到你紅場去，啥你到紅場去？哦呀，阿芳，你都俾你搞錯了。不是老人到太平間裏去了，我太平間裏聽酒兵。晨早5點鐘，天已經光啦，又係一日嘅開始。上海街頭已經好多行人，同香港啲人嘅生活習慣有啲唔同。呢度一般人都習慣早睡早起，灑水車亦開始出動，播出音樂叫行人讓開。掃街車同灑水車就好似睇一位啱啱起身嘅小姐梳洗打扮一樣，行咗大街小巷，使呢個大城市迎接新嘅一日。街頭開始播出音樂，附近商店機構嘅員工喺開市之前集中喺門口做早操。街上啲行人越嚟越多，上班啲人都趕住食早餐，賣早啲嘅鋪頭其門如市。嗱，有啲賣燒餅啦，有啲賣豆漿油條，嗱，有啲仲賣湯麵添㗎。每個人嘅口味都唔同，各色其色。各類商店亦陸續開市，有啲鋪頭賣嘅方式比以前進步，例如呢架電子賣油機，既清楚又乾淨。而家賣米要用呢一類機器，據鋪頭負責人講，呢啲機不但慳時間、計算清楚，而且仲避免好多紛爭添。售賣中藥嘅鋪頭亦都開市啦。呢間鋪頭除咗賣售參茸補品之外，亦有啲成藥。目前賣藥嘅方式亦改進到用電子儀器，200幾種常用嘅中藥放喺機器裏邊。編好晒號碼，照住藥方撳掣，唔使逐樣去稱，真係快捷妥當㗎。呢一種機器雖然係發明咗4、5年到，由於好使好用，好多中藥店都逐漸購置。中藥喺國內仍然好普遍咁使用。一提起舊上海嘅娛樂事業，老一輩啲人
一諗就會諗到大世界戲院。而家呢間戲院已經成為上海嘅青年宮。原址中間嘅露天劇場，經常舉辦青年嘅文娛晚會。至於其他嘅小型劇場，已經成為青年嘅閱覽室同工作室。喺本世紀初，有聲電影由外國介紹到中國嘅時候，最先係嚟到上海。大光明電影院係全國第一間裝置有聲放映機嘅電影院。呢間放映室曾經放過唔少嘅荷里活電影。而家呢間戲院雖然放映唔同嘅電影，但係觀眾仍然踴躍。每到開場嘅時間都好熱鬧㗎。上海市南京東路一帶係最繁盛嘅商業中心，就好似香港嘅銅鑼灣或者係九龍嘅旺角。喺呢度有各類百貨商店林立，每到落班時間或者係假日，真係人山人海㗎。到處都係購物嘅人潮，市內有好多條線嘅無軌電車同公共汽車都經過呢一度。呢一條街以前稱為十里長街，最近仲有好多老字號復業，使到呢度更加繁榮。呢一區最大嘅百貨公司就係第一百貨公司，即係以前四大公司嘅大新公司啦。係全中國第一部，咁咧就已經有幾十年歷史㗎啦，都唔知再有幾多人。而家咧仍然操作正常㗎。呢間公司一共有4層高，每層都賣唔同嘅商品。例如2樓咧係專門賣布嘅。以前嘅舊永安公司，而家已經變咗係上海第10百貨商店。買咩？乜你廣東人嚟㗎？廣東人啊！你貴姓啊？姓曾，我曾先生。咁你係邊度人士啊？廣東番禺。咁你喺度服咗幾耐啊？成38年啦。咁好似你一樣服務咗咁耐員工啊？咁全公司有幾多人咧？全公司目前而家仲有200幾人。咁啊，譬如以前嘅永安公司同而家嘅永安公司啊，咁外形啊同內部裝修冇改變到咧？外形冇改變。你內邊裝修嗱，好似呢啲櫃台、啲電風扇啊，咁都係舊時，都係舊時嚟。至於新公司，而家係第一食品商店，裏邊真係一個食品世界嚟㗎，幾乎包括晒各類嘅食品，由鮑參翅肚、海味南貨，至到熟食米糧，甚至乎水果罐頭，色色俱備。為咗保持衛生，呢度啲售貨員啊，除咗穿咗白制服之外，有時仲戴埋口罩添㗎。喺上海市嘅鬧區附近，有一座形狀特別嘅俄式建築物，就係工業展覽場館。呢一幅地皮嘅前身係有名嘅哈同花園。哈同係本世紀初一位英國人。佢喺上海發跡，富可敵國，曾經喺呢度建築過宮殿式嘅住所。而家工業展覽館經常展出上海嘅工藝製品，館內保存咗一塊重達2噸嘅巨型玉雕。呢一件玉雕個名叫做紅旗插上珠穆羅馬峰，係紀念1960年中國登山隊首次征服世界第一高峰。中國各地嘅地方菜式之中，上海菜係具有相當嘅特色。咁我特別嚟到上海老飯店，由佢哋一位老師傅啊示範其中2味。第一味咧就係八寶鴨。首先將火腿、包筍、瘦肉、蓮子切粒，加飯撈勻，然之後咧就填入一隻已經烚熟嘅鴨裏面，將所有配料填滿之後，跟住咧就放入鑊裏邊蒸。咁大概要蒸4個鐘頭嘅噃。
咁啊，而家成隻鴨咧已經熟晒㗎啦。上碟之後，加上冬菇同蝦仁煮成嘅芡，就可以上得台㗎啦。哇！你睇下，睇見都想食啊！另一味咧就係扣三絲湯。首先將火腿、雞同筍切絲，依次序咁放入碗裏邊，最後就要填滿豬肉絲。蒸熟之後，倒入湯碗，扣上上湯，美味可口嘅扣三絲湯就完成啦。喺香港咧，大家知道上海肉室好有名㗎啦。咁嚟到上海啊，做咗成日嘢，梗係沖翻個涼啦。呢一間咧就玉德祠，就係上海最靚浴室嚟嘅。玉德祠裏邊有大池同私人池，同香港浴室差唔多。顧客首先成個人浸喺池裏邊，由頭到腳洗乾淨，擦完背抹乾之後，坐低休息翻下，跟住咧就由師傅收甲啦。手甲係盡量收到整齊美觀，有啲人腳甲入肉或者係生雞眼、起枕都可以一一清除㗎。你睇下啲師傅啊，好好手勢㗎。跟住咧就係推拿啦。呢間浴室一度停開咗10幾年，最近先至復業，特別請翻以前嘅老師傅翻嚟。呢啲師傅啊，好好手勢㗎。嗱，由頭部起，一路到腳，幾乎推拿晒所有筋骨。如果有疲勞，就立即會消除。根據啲師傅話，普通嘅瞓捩頸啊、頭痛啊，甚至神經痛，推拿下都有幫助㗎。冇他嘅，肌肉鬆弛，血液循環就會感覺舒服好多㗎啦。上海嘅旅遊業近年嚟有較好嘅發展，每日外灘碼頭都開出幾班遊覽船，吸引不少外地同本地嘅遊客。遊覽船由外灘沿黃浦江一直駛出長江口，遊客可以欣賞到兩岸嘅景色。上海由明代開始已經成為商業重鎮，到清朝末年，外國人藉住船堅炮利，強迫開放成為對外港口，以獲得中國嘅資源。黃浦江中歷年嚟真係唔知行過幾多商船同埋貨運嘅駁艇。昔日沿岸嘅倉庫，有啲更加以擴建，以迎合目前嘅需要；有啲已經改建為貨運嘅碼頭。兩岸嘅農田，今日已經係大型工廠嘅所在地。時代嘅變遷，上海市嘅面貌不斷改變，相信未來有另一番新嘅面目。